再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4月阁要去访问中国，而且要去北京。外界伫咧关注马英九和习近平敢会有第二届的会谈。马英九基金会是表示，马英九真希望会当当面见面，来表达避战求和心声。因为行政院长陈建仁是提醒马英九，要会记得台湾人对主权、民主甲法治的愿望。前总统马英九4月7日至11日，会带领一群学生去访问中国广东、陕西，而且去北京参访。因为2015年新加坡马习会历史性的见面，加上最近台海局势紧张，金门厦门并存的案件，引发外界联想马英九这届去，敢有第二届马习会的可能？部分人士是解读，这对两岸的关系有帮助。马前总统这次到大陆去无论这个见任何人马前总统都会希望能够传达我们台湾人的心声。我们台湾民众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马前总统希望能够跟老朋友碰面。我也要呼吁马前总统他在前往大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谨记国人对于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萧孝仁表示，马英九是受到邀请去访问中国，甲什么人见面是随主人意。国民党立委罗斯宝认为讲，马英九访问中国对台海和平有帮助。因内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提醒马英九，爱避免参加统战意涵的活动，嘛爱为台湾宣示主权。应当基于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传达正确的讯息，传达台湾主流民意的讯息，为台湾来宣示主权。马习2会如果能够对整个台湾的和平、台海的和平是有帮助的。民进党政府8年来不做的，马前总统替他来做。有风声讲，太府会副主委李文忠建议政府不应该有中正之道，嘛要修正逢中必反。针对这点，李文忠回回讲，应该调整做防拿白甲中国普塔必定批评，防北京霸凌必反。但个人强调讲，政府从到大都无逢中必反，是积极推动两岸稳定健康交流，嘛呼吁中国甲台湾应该有和平对话机会。记者综合报道。